亲爱兄弟，大家平安。本日的兄弟姊妹，咱感谢主，咱会当伫网络顶款，三甲做伙来敬拜上帝。无论是伫网络还是实体，咱拢清楚，咱是伫个我的耶稣内面，咱学习、诚实、敬虔来敬拜。今仔日上帝用马可福音第1章1到11节来养起咱三甲做伙来祈祷。主比疼痛的天父，感谢你，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无论阮伫世界倒一个角落，阮拢是伫基督保护遮罩内面，因为安尼，阮较有法度徛伫上帝的面头前。无论现阵时逐所在疫情是啥物款，但是阮拢无惊吓，因为阮清楚有大权能的耶稣基督甲阮伫地。阮伫你的保守内面，感谢你的怜悯甲恩典，帮助阮活出你所赏赐、你所应允的丰富、甲平安、甲喜乐。原来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马可福音是差不多主后60年到70年中间所写的。当时的背景实际上是罗马皇帝，那是尼罗的时代，差不多主后64年的时阵，尼罗皇帝伊这个人小小，伊掠着基督徒，实在是足残忍的。有当时伊就甲因用稻草安尼甲绑起来，伫个花园内面放火烧，人受着烧安尼走来走去，叽叽叫，疼到要死，伫遐哀嚎。但是因就伫遐甲伊的皇宫内面的官员，还是遐个妇女，因就伫遐欢喜甲。甚至伊阁放火烧掉罗马城，讲迄是基督徒所做的代志。主后66年的时阵，耶路撒冷城甲罗马，以色列甲罗马的战争，耶路撒冷受到罗马政府、罗马帝国甲拍败、甲攻破，圣殿嘛受到毁坏。所以咱会当想象，当时有马可福音出现，到底对迄个时代要讲出啥物款的话语？马可福音第1章第1节讲着讲，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内面就讲到规卷册所有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上帝的囝。伫整个马可福音第1章耶稣受洗礼的时阵，就是今仔日的经文第9节到11节迄个所在，讲到耶稣对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当伊对水中起来，伊受到加洗的约翰的洗礼，起来时阵天开，天伫犹太教来讲起来，就是上帝所住的所在。天开表示天要甲地合一，天裂开，圣神亲像钱降落伫耶稣的身上。有声讲：你是我所爱的囝，我欢喜你。这是马可福音3段对天顶还是对天使有声讲，在讲到这是上帝的囝。第2位，伫马可福音第9章迄个所在，是耶稣带伊3个学生去该撒腓立比
伫迄个山顶的时阵，伫迄个所在，伊伫遐变貌，规个面充满阳光。迄阵有代表律法的摩西，甲先知以利亚伫甲耶稣伫遐咧讲话。彼得伫迄个所在，看到遐水的情景，圣经内面讲着讲，伊毋知影伊讲啥，伊讲出讲，主啊，咱伫遮搭三个寮啊，一个互你，一个互以利亚，一个互摩西。有当时啊，咱的信仰嘛是会安尼，感觉讲好啦，这个所在真水真好，咱就莫落来啊。总是上帝的囝来到地面上，道成肉体，到底是啥款？所以伫迄阵对魂的后面有声讲：你是我所喜爱的，恁就爱听叹伊。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若听，搁得爱顺叹伊的旨意、伊的命令，安尼照安尼去行。所以这是马可福音第2段有天顶的声，第3段是伫16章的所在。16章7日的头一日，就是安息日过的时阵。3个妇女带香料，准备要去割耶稣的尸体。因所想的耶稣已经死啊，所想的就是伫迄个墓的头前有迄大石头，到底要安怎较会当甲迄个大石头甲下互开？总是因安尼想了，念伊就看到，迄个门已经开啊！哇！因就看入到底耶稣的尸体有啥物受到啥物款叫人偷体还是啥款？因入去的时阵有看到一个穿白衫的少年啊！有圣经学者注解讲这是天使。这个少年呢，甲讲耶稣已经过我。照阮起头，伊甲大家所讲的已经过我。你来看藏尸体的所在，伊已经去加利利啊。你爱甲门徒甲彼得讲，伊已经照未受定之前，甲门徒所吩咐的，伫加利利伫等。总是这3个妇女离开坟墓的时阵，行到逼逼撮。啥物话拢毋敢讲，这就是原本马可福音一直到16章的第8节结束的时阵是安尼。所以这16章嘛是咧介绍上帝的囝来到地面上，这个耶稣是安怎生活，是安怎讲道理，讲上帝国的道理，伫安怎判断。是安怎甲人指责。第2个主题就讲到耶稣基督，基督是弥赛亚的意思。当时福音对罗马帝国来讲起来，实际上是军事的用词。战争大家拢清楚，战争战乱对大家拢是真恐怖的代志。战争毋若人死失，可能你所有的农作物拢规个害了了。所以对当时福音就是传来讲咱出去甲人相杀的军队太赢。总是以色列来讲起来，因传统嘛是感觉大宾王朝、所罗门王朝，迄是真富裕的时全世界拢来朝贡想要甲以色列讲和所以大家期待的比赛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大将军、军事的君王，伊会当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来甲恢复古早的王朝。总是这几卷册
第1章一直到第8章内面，拢讲到讲鬼仔着认捌耶稣是至尊，伊是至圣者，伊是上帝的囝，伊是弥赛亚。一直到第8章的时阵，耶稣伫山顶变猫，甲咧问大家讲到底别人讲我是啥物人？有诶讲着讲你是先知，你是老师，有诶讲你是行洗礼约翰诶化身，总是彼得伫迄阵讲你是基督。整个马可福音实际上耶稣拢禁止门徒来讲伊是弥赛亚，因为当时诶人对弥赛亚诶认捌，实际上甲耶稣讲落伫世间所行诶是无相款。头前医病赶鬼，连大自然拢听伊诶话，可能咱会想象，咱对上帝诶认捌，还是上帝诶囝诶认捌，拢感觉这是正常诶。总是上帝诶囝会去受掠，毋但受掠、受逼迫，佮顶伫是假定，这实在是足歹想象诶。当然，上帝诶囝告我这个代志，到尾检查马可福音诶读者有理解这个情形，总是伫马可伫写这款册诶时阵，无一个人相信，嘛无一个人敢讲，所以这是第2个甲第3个主题。所以整个马可福音是咧讲到耶稣是啥物款诶人，弥赛亚是啥货，上帝救赎人诶福音是啥货。所以咱需要对这16章到第8节全卷册拢总理解了以后，咱较清楚啥货叫做福音的起头。所以迄个意思，毋是已经入去福音内面的。所以马可这个读者，伊清楚是告我的耶稣来找到伊，毋是伊对伊的脑海内面理解上去了解到这个信仰。所以伊写规卷册。咱对圣经内面，无论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还是启示录，拢有讲到先知甲约翰，伊去到上帝国迄个所在，天庭的所在，现在拢摕规卷册，请因吞落去，啉食圣经实在是宝贝。所以毋望逐位兄弟，咱拢得爱对规卷册来了解其中的任何一部分。愿上帝的话会当互咱一卷一卷的啉食，安尼咱较有法度愈较敏感圣神的引带，咱嘛会当清楚啥货叫做上帝国的行字。因为当我去读神学院的时阵，实际上在追求过程足惊一项的，迄项代志是讲，当迄一日的时阵，若是耶稣无要认我，若是上帝无好入去，安尼咱就拍算了。马可福音第1章第1节，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耶稣道成肉体来到地面上，这实在是历史惊天动地的代志。所以马可的读者采用创世纪，咱去想到讲创世纪第1章第3节，上帝讲要有光，光就成。所以马可要讲到耶稣来，伊就讲到以赛亚讲，先甲古早以色列足强调、足重要的先知以赛亚伊所讲的话，先知所讲的话，
就是上帝的话。过来就跳到旷野有人的声，就讲到修直伊的道路，修正伊的道路。这嘛是马拉基的话，嘛是重要的先知的话。所以对古早以赛亚话，过来旷野有声，过来行洗礼约翰开始讲话。伊讲的，就是大家都爱悔改，悔改，罪得到赦免，爱来伊遐行悔改的洗礼。我毋知这下这你有感觉奇怪无？因为整个的旧约拢无讲到洗礼这个代志。当时大家伫无共款的所在，有10个以色列人，因着形成一个会堂。伫迄个会堂，因会伫遐读圣经、听圣经、听解经、听讲道，伫遐祈祷，感谢上帝，甲上帝求讨。诗篇总共150篇是因的讲道的册。伫因会堂内面，还佫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伫遐交换情报，分享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信息。所以伫当时旧约的教士的时阵，因若要悔改，实际照摩西五经来讲起来，因需要去圣殿耶路撒冷迄个所在。总是马可福音打开始，就讲到悔改的洗礼。迄个悔改，伊尾仔佫有讲到讲后壁来，伊的能力比我佫较大。我是用水甲恁洗礼，伊要用圣神甲恁洗礼。所以拢是讲到洗礼。实际上，咱若去想到创世纪第1章第2节的所在，以色列的传统实际上对创世纪第1章到第2章第5节7日的创造，实际上毋是讲到上帝安怎创造天甲地。伊所讲的，实际上是咧讲到上帝安怎施行救赎，上帝安怎对人类的救赎。咱会记得创世纪第1章第1节，阮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渊面混沌，上帝的神运行伫水面。对以色列人来讲起来，因念伊着上着大水拿亚迄个船，当大家拢感觉讲，无可能啦！上帝讲，你需要做一只大船，差不多，这个全人类拢无要甲信。所以，上帝的神运行伫水面，对以色列百姓，对因先祖的经验，包括出埃及、过红海，还是伫约旦河。有真侪上帝拯救因的历史，所以洗礼实际上对阮起头创世纪就讲到啊。所以今仔日马可第1章的1到11节内面，伊有用到几项犹太教因所重视的物件。头一讲声，上帝的声，过来讲到洗礼，上帝神运行伫水面。第3项讲到旷野，可能咱即摆咧想着讲疫情的情形，可能咱着活伫旷野。有的人感觉讲，我拄着病痛、死失，还是郁卒艰苦的时阵，我嘛是活伫旷野内面。实际上，对以色列人来讲起来，旷野可能对因上大的教训，就是对埃及出来，因的先祖伫旷野，虽望有约柜，有上帝甲因三甲伫地，日时有风跳，暗时有火跳，
来引带因行，还是停？但是伫遐说40年啊，连上帝要祝福因，迄老年甲密的迦南地，敢若2个会当入去。所以旷野对以色列人来讲起来，实在是足复杂的心理。离开旷野进入迦南地，所以伫今仔的经文讲到，有啥伫旷野安尼讲，过来亚瑟的约翰，伊就呼吁大家应该来悔改，来行罪得到赦免的洗礼。经文讲到讲，全犹太甲耶路撒冷的人，拢来到伊遐来受洗礼。这个致命的吸引力，互大家愿意离开伊平常所习惯的生活。你所看的，爱经过旷野，伫旷野内面，可能有啥物货，毋是拢无物件。咱知影日头真炎，伫日时的时阵，咱嘛知影暗时的时阵是真冷。伫遐看起来光秃秃的。有小可植物仙人掌这类的，啊嘛有一寡 reptile 爬虫类啦，还是有蛇，还是所以伫遐拍甲拢会害去，总是伫旷野还佫有足济当时，互因感觉讲拍垃圾的人，无论是太高的还是身体可能青霉还是摆卡还是太高的都是无法度互社会接受的人。所以这个福音实际上是对亚瑟的约翰开始讲互遮的社会边缘人，对你遐开始慢慢传，迄传会出去，若毋是圣神的引带，大家敢有要听迄种？穿得破破烂烂咱可能看袂入眼的，感觉讲即种人较会使甲我讲话咧，较会使行到我的生活范围内。总是马可福音讲旷野，会当互所有的人拢过来。咱若去想想，伫现代传播学来讲起来，这真无简单呢。免甲一个消息。用口传的方式，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特别佫是对社会基层的人传互出去。所以到底这个信仰、这个福音是啥款？所以对旷野嘛会称作讲边缘人，社会基层的人的福音，嘛是会使体会到讲，大家因为过去伫旷野40年，这些。亚瑟的约翰讲爱赦免以色列，所以大家就经过旷野来到约旦河。对亚瑟的约翰来讲起来，这嘛是真公营的代志，所有的人拢来，哇！对今仔日来讲起来，我的粉丝就真济真济咧，我可能尾仔就翘起来，我感觉讲我讲话话水会更大，总是亚瑟的约翰伊讲。后壁要来迄个能力比我更较大，我连甲伊偷下大拢无迄个资格。伊对耶稣的认捌是感觉讲，我连拜伊拢无资格。亲爱兄弟，咱对耶稣敢有即款？咱逐日会当活伫基督的内面。实际上完全是倚靠上帝的怜悯甲恩典。若无耶稣的保护遮早，咱是完全无法度徛伫上帝的面头前。所以当亚瑟的约翰讲了以后，迄个立刻，迄个马上，迄个急，这个主者清楚讲，较紧诶，你爱甲规卷册。规个拢读了，安尼你较知影福音的起头，所以就讲到洗礼这个情形，耶稣来受洗礼，所以有讲到讲这是
上帝的囝，你是我所喜爱的。耶稣行洗礼，咱清楚伊无必要，但是伊所行的，拢要互咱成做好的模样。所以咱嘛行洗礼。咱行洗礼的时阵，你若迄阵无听迄个声，咱透过这个经文嘛，甲咱讲，咱就是上帝的宝贝囝，上帝欢喜咱，喜爱咱。愿咱用安尼角色，会当活伫基督的保护之下，有伊好的款式伫咱的头前，咱对圣经来临食。所以今仔日帮赞咱，无论是伫疫情，咱有当时心情无拄好的时阵，咱就想着讲，哇，曠野安尼一群以色列人对遮来对遐来，逐个三甲做伙，因为上帝提供透过行洗礼约翰水的洗礼过来圣神的洗礼，咱透过耶稣对咱的洗礼，咱归入耶稣，这是真好的宝贝。愿即款册咱会当开时间，好好去入食。对第1章一直到16章第8节，咱若对经文、对伊的结果，甲对伊的背景有理解的时阵，咱对上帝对咱的带领会愈较清楚、愈较敏感。咱三甲做伙来祈祷。主边疼痛的天父，阮感谢你，因为你赏赐圣经，帮助阮会当对你的话得到养饲。愿阮逐日拢活伫你的话语的内面，因为阮嘛是你的话语。多谢你对阮的疼痛，祈祷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